第二种长篇口语表达部分，准备时间有1分钟，回答的时间有2分钟。准备时间和回答时间都比短篇长，所以回答的内容要准备的比较多，不要讲太短，但也不要讲超过2分钟。以下我们用一个范例题来示范如何准备。现在的社会手机真普遍，家长分成日的手机联络真方便。不过如果影响你的功课，你该念法怎样办？按样的题目要怎样办来思考呢？首先要先了解问题的意思，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想法，说明你这样想的原因及做法，最后做出结论。用这样的流程去思考准备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现在的社会手机真普遍，做的讲是人手一机，手机大部分大家动到的里边，不管是打电话、联络事情，也是讲上网、请资料、上游戏、听音乐、看赖、念面书、听长票、买东西，真正是动好的工具。所以我知道家长本身日手机使用是做得接受的，不过重要的是做不得大强本身日手机天天，每天限内到成日正确使用手机的方法掌好。比如讲，使用手机的时间一天要有节制，上游戏也做不得上到不记得，一天要遵守约定，安样就不会影响功课。出门在外也要记得用手机保平安，不要被扰的手离，做得听音乐，不用上心情。不过也做不得上到容易摸热，也是讲影响到听音。家长本身日手机，本身日听得到视台，也本身日学习自信使用，你是动好的。当然，一天要先听好规矩，和个彻底执行，安样影响功课的长途就不太累。以上就是口语表达长篇题型的准备方式与回答示范，提醒大家可以多使用客家话的惯用语，比如不管是、热是、做不得、停停、一天很爱，比如讲就唔會、容易摸熱、聽得到、唔太累。按樣講嘅內容就當豐富，又當有客家味咧。